浮酒地，花蕊那落土会高开，心内有船就讲来出去，你若欢喜我也愿意，爱情不如意就爱看好开，事业要顺时顶头朋友有缘才会来作对，你来见我，我来见你。啊，咱是上知己，可比亲兄弟。啊，咱是上知己，无分我也你。啊，咱若有代志，互相来扶持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谢谢万华高大姐、钟信大哥、台当仪容大师，谢谢金寿大哥、吴大哥、叶大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、王正聪大哥的掌声。谢谢美燕姐、刚巧红马董先生、掌住陈先生的掌声。日头若落雪，也会浮酒地，花蕊若落土会高开，心内有船就讲来出去，你若欢喜我也愿意，爱情不如意就爱看好开，事业要顺时顶头去，朋友有缘才会来作对，你来见我，我来见你。啊，咱是上知己，可比亲兄弟。啊，咱是上知己，无分我也你。啊，咱若有代志，互相来扶持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啊，咱是上知己，可比亲兄弟。啊，咱是上知己，无分我也你。啊，咱若有代志，互相来扶持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谢谢。你是我的兄弟。感谢咱观众朋友，吼，拢甲咱阮的兄弟姊妹啊共款安尼吼，是啊吼，安甲阮扶持，甲阮加油，啊，感一个恩在心嘛哈，谢谢。大家快乐，啊吼平安大家平安。嗯，来，谢谢阮的金财大哥、玉兰姐姐、一信大哥、金秀大哥，啊，还有咱郑大哥、阮娥阿姨哦，谢谢世昌大哥、瑞香大哥，咱的7309，谢谢李生阳大哥，谢谢你，也还有咱的美华酷酷姐哈。来，谢谢咱新朋友5675的烈义大哥、金寿大哥，也还有咱嘉义的侯大姐。哇，sen事大哥哦，感谢潭子的陈先生欢迎大家。哎，丰原的董先生嘛就算，谢谢还有阮的美燕姐姐。哎，欢迎欢迎。好380水姐啊，水姐啊。水敢若水尔。哎是啊呦，这做人哦够好的啦。啊，足有才气。对对对，足得人和啦。好气啊，人佫生得佫介水安尼吼是啊。后来38203，谢谢你们哦吼，徐爸爸、徐妈妈、宜兰的叶大哥，好感谢咱观众朋友，咱准时陪伴，搁咧甲咱拍谱啊，等下换我唱歌哈。我带恁来家人家人佚佗。您确诊了哦。嘿，安尼系啊好，家人啊，感觉嘛足水啊，敢若的啊。听到这首歌，敢若林确诊，咱就感觉足欢喜啊，吼。是好来佚佗哈。
吼，有时天光，有时过暗。所以讲人嘿啊，爱对家己有信心。对啊。小小的失败算什么？是啊。继续爬起来，搁冲啊！伊讲，嘿，尻川半半嘞，吼，搁继续冲啊。照牌的吼，嘛爱轮到咱啦。是吼。认识遮久啊。重点对无？爱认真啦。你甲我，咱的这乡亲时代拢共款哈。嘿，有当时啊，是踏着时机的当中吼，这个吼勇往直前，对，袂使摇摆，要把握，袂使摇摆，系啊。啊，那咱得意的时阵对无？好心加做一寡啦，对，功德加做一寡啦，对啦，对咱家己本身绝对有好处的。是。对后代子孙绝对有帮忙的啦。对，吼，人就会甲咱笑脸嘛。哎呦，迄时阵你看恁阿公吼，恁阿时代外口做人咧，吼，做人有够好。迄吼，安尼装头装尾，若逐个若讲着迄吼，迄某美人吼，迄工人啊，吼，逐个拢总报一支的。谢谢感谢。做人就是爱安尼哈，吼，人来去讲着咱。爱乡爱土爱查某。是，吼，你实在是吼。所有查甫查某拢爱爱啊。对。我得甲你学了，你讲你遐去，你等下吼，迄落差伤过重去。好来啊！哇，感谢咱的蔡文婷大哥，啊，搁有咱李美珠姐姐了哈，宜兰郑大哥、瑞香大哥，谢谢咱的5369，中心大哥、归仁的黄金彩大哥9995878，谢谢，感谢你的掌声哈！来，今晚要来安排今仔的歌曲啊哦，来哟。头一首歌曲是好，再会啦，心爱问人。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，6月梦你遐尼啊香，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，遐尼啊红。这首是。面哪会遮尔长？对，食饭的时阵较袂遐长。啊，毋是啦，迄是暗暝较啦。面啦，食饭较短安尼啊，拢食会饱啦。食饭较会饱啦，啊，讲食面较长啦。是啊。对，做秀的时阵嘛爱食面啊，吼。对。来，迄个面甲迄个面无共吼，面暗暝的面哪会遮尔长？面哪会遮？第3首。心爱莫靠。第4首。女性的哀怨。第5首流浪的人生。第6首是都市的玫瑰。乌玫瑰嘛是吗？对。好，来。好，第7首哦，烧酒伴孤灯。好。芳啊芳啊芳，一杯烧酒看孤灯。哦。陈一龙。是啊。真好听，真实的欢迎歌。烧酒伴孤灯。来，电话即马准备下，准备甲卡开啊吼，来。83263178326317。豆宝，电话哪无咧个呢？我是毋是无插无啦，无插落啦，歹势。啊，因为顶咧，来我来用。阿姐。这，来，这个敢唔插落？喂，你好。喂，郑聪好。是。中医台，张老师。你好。好。我新买卖烤。哦，新买卖烤哟。新买卖烤。来，我下开哈。OK。好，谢谢郑聪，感谢，好。你好。嗨。Hello。嘞。伊良嫂。那个有收到了。收到了哈，谢谢。你讲鸟啊去恁兜，等下再处理就好。鸟啊去恁兜，嘿啦，安尼你就知影啦吼。好，来，安尼伊良大嫂。第5首哟。来，流浪的人生。好，谢谢您。OK， 好。来，龙顺大哥好。麻烦流浪的人生。好，我甲你下台哈。好，感谢龙顺大哥哦嘿。来，你好，洪姐。欢迎你好。洪姐你好。今仔要听倒一首？烧酒伴孤灯。烧酒感谢你哈。好，谢谢。好。来，刘小姐你好。你好。好，刘小姐。第一首。好，下开哈。再会啦，心爱无。好，我来下开哦，OK， 好。来，瑞香大哥。李梅林帅哥好。好。今仔要听倒一首？
再会吧，心爱的无个人。心爱的无人的哦，第一首再会啦，心爱无个人啊吼，好，我来下来。谢谢，好，OK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来，蟑螂姐姐。哎呦，我要爱点出去，哦，出去。好，无问题来，吼。烧酒伴哦，高这是阮的点，张龙姐姐哦吼，OK，好，拜拜，好。来，电话呢，即马观众朋友甲卡开吼，卡咱头前的哦，互动专线，互动专线你会记得哈。啊，你若是要找小姐才卡节目专线，但是你若是要即个时间要卡电话，互阮两个要来点歌，你会记得爱卡互动专线8326-317。8326-317。来，康康好。你好，喂，大家好，我是空空的。哎，空空，哎，不要哭哭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对，空，你讲心心爱爱麦麦考考，就对了对，好。哎，后祝吴大哥，吴大哥，嘿，你好。第五首，流动的人生。流动的人生。好，平安好哈，哦，即马拿呢吼，上好啦，就是踮厝内底吼，啊，就准时收看《语录破歌声》的节目，伴恁1点真久吼，啊，咱若介意特别介意听什么歌曲，甲阮小姐交代就可以吼。来，林太太。芳玲小姐，江玲先生，你好，我看你的电话卡到是要起掠讲啊，我感冒这个卡拢袂入去啦。哎，恁当用录音的吼？对，礼拜四的时阵，嘿，还有这个少年啊吼，开手，上奇怪，咱拢无回我。哦。我要点多情的玫瑰。多情的玫瑰。好，谢谢林太太，感谢，好，拜拜。丽珠姐姐。喂，美珠姐姐，阿姨，我即马要点歌是半点啊。怎咧讲就好，直接讲就好。来，再一首歌。啊，这你即摆已经上线，吼，啊，来你直接讲，讲要后壁即几首的歌。什么歌？哦，安尼哦，想袂开，无你想好再甲小姐讲哦，嘿，吼，好。无要紧，豆豆想。好来。好，安尼吼，再会啦，心爱无人嘿。好，谢谢阿姐哦，吼，伊讲说安尼好啦，无互你点就好啦，明珠姐姐吼，好，谢谢。毋是明珠姐姐，好，来，喂，你好，明珠。喂。你好，大家姐姐你好好。处哦。哎，我爱7号。啊，来烧酒伴我高甲你下开点。哈，来，这是咱的明珠哦，吼，好的。哎，你好，董先生。哎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你好。要听倒一首？我听第5首《流浪的人生》。流浪的人生。好，感谢党的哦嘿。好，来，拢是朋友哦，来，937你好。喂。937啦，这你好哈。我5号。嘿，5号哟。流浪的人生。我要哪称呼你哈？喂。嘿，阿姐，我要哪称呼你？杨哦，洪哦，3点水啦吼，洪大姐你住倒？中和吼，我咧写开哈，安尼等下连抓就会知吼，谢谢。来，玉兰，大心肠啊！你好。你好，欢迎你。玉兰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？第5首。好。下凯哈，流浪的人生，好，给你下凯安排哦嘿，谢谢。来，陈妈妈，家居，陈妈妈好，陈妈妈你好，好，你讲。流浪的人生，好 ，OK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陈妈妈声音有够响的啦，身体真正是吼。来，你好。神刚杨大哥你好，喂，美女你好，帅哥你好，好，我杨太太，杨太太哦，我点一条心爱麦考，心爱麦考，我下台哈，好，这是咱杨太太，谢谢美女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来电话吼，卡开哦吼，8326-317，这是点歌，哦啊，像讲咱拄只阿姐迄啊，讲啊要除了这以外。你讲哎，今仔这几首我无卡无卡我，你要点别首，
咧甲阮加油的时阵，敲电话线卡，甲小姐交代就可以。吼，来江太太，哦，第7首呀，哦，我写开啊。烧酒伴孤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哦。蔡妈妈。哟，两位好。好。也要点第6首。第6首多情的玫瑰。好 ，OK， 来准备哦，老师啊，《流浪的人生》今天是第1首哦，哈，来准备安排这首《流浪的人生》，老师来导播下来了哈。来，这首歌曲是咱的伊朗大哥大嫂、龙顺大哥、吴大哥，谢谢咱这董先生，也有咱洪大姐带中和头一届上线，玉兰，跟咱的陈妈妈哈，谢谢你哈。来，老师做准备，你好。喂，请问一下，你那个节目广告的那个歌，哈？哦，你等一下，我叫小姐给你接了，你等我一下哈。好，要加油哈。来，小姐，6线接了，小姐哈，6线给接了这。来，交服务车来。要给咱要做服务的哦哈。来，6线给接落去哦，谢谢。来，烧酒，不对，流浪的人生先安排，谢谢。人生啊，有好前程。父母的甜言，社会人批评，受着心肝拢袂清。
拢的人生。谢谢英和林太太、叶大姐，咱的陈万忠大哥、宜兰的郑大哥，谢谢瑞香大哥、林木火大哥、金寿大哥，谢谢吴大哥哈。来，感谢咱的蔡妈妈、台南的欧大哥，谢谢哈，47689，还有咱秀弟姐姐哈，感谢传来大哥、玉兰姐姐、剑山大哥、吴大哥、布袋邱大哥。土城张小姐，咱徐爸爸、徐妈妈，咱的52072，谢谢 B 猪，感谢文田大哥，感谢 B 猪姐姐，谢谢哈。来啊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吼，拢咱准时咧甲咱做陪伴啦。会使讲吼，咱节目就是安尼进行，啊，咱哈讲解一寡健康的知识。其实咱伫上个礼拜的时阵，就甲咱观众朋友预告讲吼，咱陆续。会来增加到咱的单元，包括都邀请到真资深、真正足权威的药师哦。这药师吼来时阵，观众朋友你会当透过咱互动，敲电话吼，甲伊问一寡咱用药的问题。一寡像这免去搭配。对啊，你拄到一寡这问题。对。什么是好的？即摆上先进的。对啊。这过去像这款这算已经较地时的，像这寡药物啦，拢总听直接甲询问啦。是啊，伊真正是吼40几年诶，咱这个临床就是讲甲咱观众朋友安尼做互动安尼吼，40几年了啊吼。所以讲，咱有任何问题，拢总会使甲伊做询问。另外就是讲，您甲江林伫节目当中，伫咧甲咱观众朋友做安尼，咧互动的时阵，咧甲恁做服务啊，包括讲，阮咧甲恁提供一寡好的东西。你像讲即几工啊，恁进前都有看过，讲吼这针对着讲，咱有一寡时段讲，哎哟，都安尼，都无啥食，巴肚汤啊，直直走出来这啊。好，你若巴肚汤啊，直直走出来时阵，咱即摆拢会知影讲，哎哟，迄讲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掉。我咧讲哦，像讲咱请咱即个健康达人伫咧甲咱讲的时阵，其实咱有咧听。像讲阮两个私底下头观众朋友，你敢有感觉讲做？其实阮两个已经有伫咧进行啊。你看嘛，芳玲即摆诶面貌有较瘦啦，包括讲，尤其是江林老师。食好油排油吼，迄排甲巴肚汤哦，差不多吼3/3。阮对遮，你说生低头皮，正起来，双下巴，有巴肚汤啊。这吼查甫人吼，若咧食好油咧排油的时阵吼，迄不止讲你的三高吼，会数力会变水起哦。迄你的巴肚汤消到有够快啦。佮煞了，我咧讲，迄阿妈滚筋不断安尼酸啦，暗这啊。这比你咧食一寡药物控制搁较厉害。这叫上新的物件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看阮的节目，毋是干那听歌尔啦，大家会当互相知识相交换。若像讲阮咧甲恁做讲解的时阵，其实阮两个拢会去尝试。无尝试的时阵，阮哪有法度甲恁介绍？要哪有迄个实际的经验，甲咱观众朋友分享？正确，对无？好，来，咱进一段广告时间咯，谢谢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天特别去邀请咱的林老师来到现场。老师，是大家好。这些咱时代吼，拢总有种三高的问题，甚至讲说人拢总有大肚腩啦、小腹婆啦，这呢有当时数字看起来真正是足无好的。对。你会知影讲做吼，即马有一种讲食好油，会当排出歹油，互咱观众朋友吼，这安尼数字会水嘛，会水才会健康啊。你若是去身体检查啦，倒来时阵全红你身体绝对是无好的嘛。对，所以今仔吼，我甲大家推荐吼，即马吼，算讲伫咧这好油内底，互大家会当快速吸收到 Omega369，而且咧，佫有一个真特别的成分吼，做 Omega7吼，互好油的这成分更加完整。在伫咧市面上嘿，加着沙棘，大家嘛拢无算讲很稀有的。今仔日要介绍互大家，呢，若今仔日吼，若是讲安尼，逐工摄取吼。了后，你若去检查，你的数字绝对互你满意。就是人讲全世界哦，上好的植物油，伊叫做印加果油。无毋对，佮加着沙棘。
真正了厉害。而且加了沙琪吼，你会发现讲伊的这代谢效果更较好。哦，尤其吼，不管你是咱心血管的保健呐，还是讲要互咱的这血会当清，拢会当对咱身体有真好的帮助。哦，啊，老师这边安怎卖？伫个外口呢，这一盒吼，这一盒是1个月份哦，嘿，是1500块。是，所以呢，若是讲3000块伫咧药房会当买到2盒，2盒3000块。嘿，啊，既然来家的，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卖嘛。所以我今仔日吼有准备礼物来伫咧互大家吼，所以今仔日若是讲吼，希望家己的数字会健康会漂亮的吼，真的，对，大家转去试看卖吼，绝对要有信心。今仔日若3啊甲食落去，3个月直接去验，绝对你会看到进步。来，观众朋友吼，老师现在拿的这个都是60颗。对。如果咱若是平常时要将摆油摆出去，是逐工拢总2粒就有够啊。是。如果你今仔若是失控，有当时啊讲啊，好朋友聚餐的话，失控加甲加2粒啊，这样子就是加强版的。对。安尼呢，这一组今仔日呢，本地2盒就要3000块。观众朋友若了解，拢知影讲这个价格在哪里。老师搁加送咱观众朋友1盒，3盒。3个月份3000块，但是呢，观众朋友啊，333呢，333呢，好听哦，但是安尼还阁无够厉害。我感觉讲吼，有真这个爸爸妈妈，其实他有一些不好的油在体内已经囤积到有一种程度了。我感觉讲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让爸爸妈妈用在更低的价格来给咱会当受惠，咱这个印加果油，让他知道，和观众朋友会当知影讲，哇，原来印加果油真的这么厉害了哈。我感觉讲今仔来会当，咱搁再加送1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所以安尼是买2送2的意思啊呢？买2再加送2，观众朋友啊，如果我们像今天的组合哈，老师因为来啊，如果伊若无来，我嘛唔敢安尼讲啊。他来的时候，伊来的表示讲，我下次我都可以这样子推荐给咱观众朋友，买2再加送2，才3000块。观众朋友，你甲算看嘛，一天才开你偌济钱呀？你会当将咱体内底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体内的不好的油囤积成年的板块油都可以把它排出去，无要紧哦，你的数字会变水。我甲你讲吼，来芳玲姐，你拄则吼，其实我是甲大家讲吼，你若是3盒，你去验数字，你就会满意。啊，今仔你叫我搁加1盒吼，安尼会使我。请观众朋友甲我斗相共一下吼，你若是讲真正讲吼，真正是腹肚已经足大坑的，无你安尼啦，今仔日这盒我答应你，啊你转去吼帮我早晚2颗加强。哦，早晚2颗加强。如果你是大肚腩、小富婆的话，对，你得早晚各2颗。头1个月等于这盒我加互你，吼，互你加强，互你更快达到效果。是，唔过跟他喊激动尔安尼好不好？哇，谢谢你，林老师，谢谢。我感觉观众朋友啊，这真正是你食的就是福气哈。这内底不只讲是咱这个印加果油哦，可以摄取到Omega 369，好，但是呢，咱这档期内底这盒内底，伊个甲人无共款的成分，搁加一个Omega 7。对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这是会当互你看到数字的啦哈。注文交代，今天这一档期我们就是买2 3000块。再加送2盒，所以讲你摕到是3+1哦哈，4个月份才开你3000块，0800-815-0800-0800-815-181，电话赶紧卡。谢谢，买3送哦，我买今麦等于买2送2呢，吼。2送2啦吼，来观众朋友啊，打电话拢总满线，谢谢，感谢哈。来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：0800-815-0800-0800-815-181。时代拢知影讲，打印加果油吼，全世界上好的植物油啦，伊会当取代鱼油哦。而且呢，伊内底Omega 3呢，是咱橄榄油的50倍，鱼油的2倍。咱咧食鱼油的时阵，就是咧食伊的Omega 3嘛。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食上介好油印加果油，含量最高的哈。哦，咱若感觉讲都有一寡心血管的问题，人就伤过安怎？伤过安尼，伤过油通通，伤过大颗啦。哦，你就高血脂的啦，高胆固醇的啦，迄油就袂使伤食，对无？但是你若是好油，咱就无要紧啦哦。白垃圾油。当然咯，好，我咧讲吼，食嘞，这个巴肚汤啊，拢总消落去。
工啉吗？一礼拜小上到怎？尔一礼拜时间尔。应季，真正吼差2印记啦。啊，芳龄吼，其实我大概10天左右吼，即马本地是30腰来讲，现在28腰，啊，真正是差前裤的时阵吼，互你感觉讲，安来差遮济着，啊，搁刷了吼。伊面袂裂去哦，吼，伊咧啊，最主要是甲你摆油啦，吼，来0800815800，815181，咱这内底毋是369呢，Omega 369，咱这届的唯一业者，咱的业所有啦，线上的哈，加一个7Omega 7哈，内底是啥字吼1397的 Omega。3679吼，3679吼，来0800815800，815181，50组尔，你唔好想讲我会当卖足久的哈，50组尔，本地摕100组来吼。今天推荐给咱观众朋友，来0800815800，815181，电话甲卡通，谢谢。来啦，观众朋友，恁电话聊聊卡，谢谢，吼，聊聊啊，小姐甲恁做登记，吼，小姐甲恁做登记。观众朋友啊，这种的组数啦，吼，我甲恁讲啦，恁绝对无通讲外口，如果若买着顺道我到100%的部分啦，恁绝对无通买着这组数这尔优惠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恁来把握50组而已，吼，50组尔，吼。这特别甲咱的健康达人，阮的水姑娘啊，你敢知伊顶抓来的时阵，甲即抓来的时阵，连阮导播啊，导播都吓一跳。哎呦，安来差济啦！对，吼，就是安尼了后呢，我的观众朋友，阮两个毛起来吼，吼，我来讲一工食几粒，一工食4粒，早夜食2粒，啊，下晡时食2粒，伊一礼拜我10工，吼。喉咙灵气啦！啊，我咧讲哦，这毋是讲体型变水尔，这人的精气神全较好。你会感觉讲较袂安尼戆戆啦、安啦，拢差去。我咧讲，像我们的2个人吼，你就知影讲做节目人员压力拢真大。是啊。我们都很大的压力，对不对？人若压力大的时阵，安怎会暗啊紧紧会红，头会安尼戆戆。但是呢，咱来从体内底一寡好油甲食落。摆油甲摆出来时阵，补充了有够，我咧讲，你所有的一寡症状拢总会当做改善。正确。好来，啊，即摆我甲你讲吼，电话继续恁卡，恁电话继续卡哈，50个而已吼。来0800，即摆继续咧安排这首叫做烧酒伴孤丁。来，芳龄即摆线卡到接电话啊，来拢满线哈。来，月凤姐、蟑螂姐姐、明珠姐、江太太收店，来，谢谢。一杯烧酒伴孤丁，醉呀醉呀醉，茫茫啥人来同情？心袂清，为你好事办袂成，感情来暂停，满腹情情无有地用。芳啊芳芳，一杯烧酒伴孤丁，醉啊醉醉，茫茫啥人来同情？思恋伤心袂情，无情的人，无情的人，无情的人，晓心意是无缘，请你爱反省。
暂停，满腹真情无地用。捧啊捧捧，一杯烧酒拖孤顶，水啊水啊水，茫茫啥人来同情？无思恋伤心袂清，无情的人，无情的人，无情的人，叫心离是无用，请你爱反省。谢谢那伊朗大哥打扫，王传海大哥、林义朗大哥、玉兰翠神树大哥、赵松吉大哥、9710来刷卡帮您做服务哦，给您观众朋友报告，剩下25组，谢谢。捧啊捧捧，一杯烧酒拖孤顶，水啊水啊水，茫茫啥人来同情？无思恋伤心袂清，无情的人，无情的人，无情的人，晓心你是无用，请你爱反省。捧啊捧啊捧，一杯烧酒拖孤顶，水啊水啊水，茫茫啥人来同情？烧酒伴孤顶。谢谢，感谢宜兰的郑大哥、王正聪大哥，吼，谢谢你们哈，啊，感谢线卡恁阮小姐继续甲你做服务哦，吼，单伫你遐，吼，咱像讲咱观众朋友知影讲吼，现代人都文明病足济，啊，这拢甲恁的饮食习惯绝对有关系。食真油啦，食真粗啦，咸啊，嘿，食真吼咸。所以讲心血管疾病的人真尔济着是，啊吼，啊，人啊，佫有三高的啦。啊，甚至吼，人啊，食的去拄掉的时阵啊，闭结无法度放，上惊惊啥吼？一寡垃圾油去囤积。囤积掉咧。吼，嘿，心包油啦，肝包油有啊哦，无？内脏脂肪伤过悬咧。是。吼，这拢总需要观众朋友伫用着较好的饮食习惯来甲伊做调理哈。对。迄若调咧，就像刚入安尼讲，我记得你是第5工迄工，你甲我讲说，哦。差足济，那会差济。全去爬阮百高山，抢着青春领，吼，无本地时阵吼，我感觉讲我咧有住房间，吼，敢若讲，啊，都安尼减两腰了后时阵对无吼，啊一边行路，安尼一边唱青春领，啊，青春领，吼，爽快，敢若讲无负担，较无负担。观众朋友，你有感觉讲，咱若平常时啊无咧运动的人啊，吼。嚯，你若在运动落去的，前几工啊，拢会感觉讲加真忝、加真喘。但是咱若讲有身体有咧甲做调理，吼，你会像江林老师伊伫咧讲，哎呦，啊，咧爬山的时阵吼，加真灵气，咱会加遮轻松着，对吼。啊，你我讲哦，你若无轻松的时阵呢，愈来你的身体愈来愈好，轻松个包括你有咧运动，你会愈来愈爱运动。时间若到，你若无出去运动的时阵，佫感觉怪怪。习惯性。吼，啊，这就是吼，豆豆做调整，咱人吼往外走，安尼较袂去忧郁，吼。啊，人若讲吼，体内底一寡无好油吼，直直甲你啊，直直安尼用好油，甲你的歹油直直甲你调整，直直甲你洗出去的时阵，你想看觅，身体绝对会好。好油对咱帮忙足大。当然吼，啊，观众朋友啊，阮两个家己拢有咧食。真正吼，食到有够好的吼，而且今仔观众朋友，恁一定要把握吼，要把握哈。来电话呢？剩20组啦，啊，歹势。吼，来吼，啊，就要把握啦吼。我讲到遮就好，时间都咱也袂当伤讲的吼。来，继续要来安排一首叫做《心爱麦克》这首歌曲呢，有咱这个山顶是郑聪跟康康跟杨太太所点啦吼。这个时间哦，观众朋友，赶紧的电话继续，互恁安尼有需要，甲恁做服务的。电话搁继续卡哈，老师唱歌，谢谢。
我伤心的经历，今夜我心会来离开。看着你满面的滋泪，我的心我叫要碎。虽然互相勉强也无意义，送你一卡无缘的手指，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。心爱的莫哭，请你来将我放袂记。你无欠我，我无欠你。我伤心的经历，今夜我心要来离开。看着你满面的滋泪，我的心我叫要碎。虽然真心疼你，互相勉强也无意义。送你一卡无缘的手指，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。心爱的莫哭，请你来将我放袂记。你无欠我，我无欠你。虽然真心疼你，互相勉强也无意义。送你一卡无缘的手指，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。心爱的莫哭，请你来将我放袂记。你无欠我，我无欠你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来哦，观众朋友啊，吼，即马开始要赶快要互恁来敲电话啊，吼，拄则所讲的迄电话赶紧敲3679，3679，真正有够好的啦，咱吼真正是业界上介强的哈，3679电话继续敲，啊，即马甲恁介绍哦，介绍咱即个早体康哈。早体康，如果咱啊观众朋友啊，一工你只要有法度甲泡一包就好啊，莫讲做三顿无正常，啊拢无咧食啦吼。你若一工甲泡一包，内底所需要，咱即内底35种的营养素呢，将咱规工所需要，拢总甲你补充甲够。好，你会感觉讲，哎哟，啊我若早就听芳玲咧讲安尼，哦，若会晓讲啊早体康较早买就好啊。哦，啊无啊人拢安真虚啦，真懒啦。每饭安尼食吼，食袂落去无大紧。准讲若食落的时阵，拢总吸收无讲介好。啊，人直直啦，直直补去，直直无肉去啊。尻川皮肉、大腿肉、手骨头的肉，直直补去啊，粒粒。啊，有当时啊，遐吼安尼皮甲扭开的时阵，哎哟，佮顶扭啊才长着这啊。
肉入去啊。来，甲咱补充下，咱的叫做早体康，找健康的啦，就是这项。吼，这一箱2斤外重，阮这吼毋是蓬松的哦，10百的，足10百的哈。这一盒，观众朋友啊，你著安尼有法度安尼连续甲啉咧一盒过时阵，互你的精气神真正差有够济吼。对。啊，这呢一工甲泡一包，烧烧啊啉，先甲滚水冷滚水甲流开了后，再搁用烧滚水，安尼多炒50度左右。口感有够好诶！咱即摆目前所有时代伫咧甲咱啉这个咱早体康吼，大家拢讲毋捌啉过遮好啉的啦。吼，迄甲罐头绝对无共款，而且伊的量阁有够。吼，对着咱中年班、中老这班的观众朋友啊，你甲啉看卖啊咧哈！来，0800818581，即摆已经有出大组出来啊哈！咱若小组3盒。2500块，你甲我买大组一届，甲你寄出去的时阵，安尼拄好过6盒对无？公司再加送1盒，所以讲你若是2个阿某同齐有伫咧泡，有咧补充咱的健康的元素，来，你甲我买大组的哈，7盒5000块尔，来注文交代头前的专线电话08008151810800815181。啊，若鸵鸟精一定爱食，对着你的爸爸扎扎，观众朋友啊，你的爸爸扎扎若要顾吼，即装啦有专利萃取的8倍浓缩的呢，你敢有法度搁找着8倍浓缩有3张的证书的，60粒装的，3个月份才2980块，2980块尔哈，三大箱，吼，3大箱60粒装的哦。大组卖7盒5960哈，0800815181，电话拢搁继续卡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哇，电话吼，好来，我有写开啊吼，来谢谢，因为电话线卡歹势，观众朋友啊。恁把握吼，今仔的组数已经剩下个位数了哈，你们自己把握，因为你绝对找不到像我这一档期这样子的价尔优惠，好好啊，讲安尼就好，好来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若是对着你家己都安尼体型无讲介满意，像工人安尼，也是讲像我安尼，我对着我家己体型嘛无满意呢，足无满意的，咱讲正经的。迄吼，前年的、旧年的衫吼，今年咧穿的时，哪加注加2万便当裤拢走出来呢？就是安尼，我才感觉，哦，我需要来做一下调整咧。不但歹看，上主要是啦，身体袂健康。嘿啊，吼，所以讲咱时代，大家嘛要穿衫裤较水的。对啦。大家嘛不爱安尼扭安尼，啊全完全走出来。大家嘛希望讲吼。卖遐肥的先心较袂包。啊，当然咯，内脏脂肪嘛较袂遐悬吼。血筋内面较无一寡遐血液。对，来电话继续互恁卡，恁需要吼小姐做服务，还是讲线卡需要我做服务的？你若我做服务的，你等落这部电话才搁卡就好。好，来谢谢，继续安排这首做多刺玫瑰，到乌玫瑰。林太太跟咱蔡妈妈所点，江林老师在现场哦，谢谢。来谢谢咱的邱爸爸。东山廖大哥、王月霞姐姐、林明玉大哥、金硕大哥、菊丽姐姐、龙杠许小姐、咱的高丽姬小姐，今天给咱拍婆啊！谢谢国登大哥、王秀清姐姐，谢谢美燕姐，感谢吴青松大哥，感谢您的掌声，58999，谢谢。白色的梦流，浪的故路，向我可困的人生的认出，也是因有记久。
人了解我心事，谁在写下含泪处？如是命如此，偏偏太早。观众朋友，咱小等落节目了后，咱的服务赶快继续哦。观众朋友，你来把今天的特别的优惠，谢谢。刚才说爸爸，感谢咱王你们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感谢你的掌声，72407新朋友，谢谢。有些玫瑰，收尽了酸涩。先爱再会，害阮这落寞。虽然阮不是好天册，也不是有野册，安怎心肝遐呢硬，无情无义来原陪。做